一起帶路 Here we g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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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新世代男團 FFO 現代舞蹈表演炒熱現場氣氛。最近 FFO 正拄替刑事警察局去反詐騙宣導，即馬閣來替2026台南好樣系列活動來做宣傳，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然後不要受騙。然後像這次的演出活動，就可以在比如說活動的官網或者是台南好樣的粉絲頁去看更詳細的資訊。然後如果看到資訊的話，也要就是反覆的查證。最近出現用台南好樣聖誕跨年名義的詐騙徵才消息，市府除了呼籲民眾愛提高警覺，嘛公布了今年的活動場次，對11月29號開始，連續6禮拜，總共有3場親子活動，分別佇咧南科科高館、嘉義體育公園以及南胖，另外還閣有3場大型演唱會。老實說，卡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真的發誓不知道哈，不知道啊。但是因為很多可能藝人也還在敲定最後的行程，中間有些更迭，因此呢，我們也希望說大家拭目以待，很快就會揭曉了。市府這回為着過年臨戰的市民，打造全市性的聖誕跨年慶典，雖然卡斯陣容也未公布，也毋過相信已經有儕人相當期待。但是新聞社會採訪報道。